得人珍惜。学长，安娜，你要怎？我介意你足久啊啦。他摸你。我介意你足久啊。你确定你是介意我吗？因为我故乡的，你确定你是介意我吗？我无讲啦。你这送这是啥货？我就问你。我就是红花，你就是绿叶啊。你送的是啥物意思啦？你看一下，这是什么款的叶啊？我就甲你讲冷气的叶啊。冷气对啦，但是伊嘛有做丰润的时间啊。肉粽叶。肉粽弟弟，嘛唔是。无是啥物？这是莲花的叶。你看的是莲花吗？就是这。莲花的叶啊啦。安尼。因为今仔日咱的主题是莲藕。哦，莲藕。嘿，伊的根茎是莲藕嘛。要去倒看莲藕？你去看卖啊，倒位出产的莲藕上济？全台湾。哦，北河。你只知道北河哦。啊，无够对。佫有另外一个所在出产哦，台湾上济的莲藕是倒位呢？嘉义、民雄。民雄，你有听过哦？民雄，我记得有一间厝咧。嘉义、民雄80年代全台湾出产上济莲藕的所在。真正有这款豆浆？伊出口伫日本甲香港的。嘿。台湾的莲藕，迄个时阵是上赞的。卖到外国去就对。卖到外国去，但是吼，即卖种莲藕的剩27户尔。27户。没落。对啊，咱今仔日来复兴一下。用要失传去啊。对啊。哦，安尼好，我找两个做伙来去。做伙来宣传。对啊，这传统的嘛，我找两个大的好啊。大的嘿。迄个大凯甲大宝啊。哎！有过来啊！感谢！恭喜！我怎看你两个咪求婚去啊？我告白你啦！系啊，我讲医生真大心呢。安怎讲？伊用叶啊，尔无用花哦。用花就奇怪啊。系啊，所以用叶啊，就望你食好西瓜啦。迄个我牛你先走。今仔日一定会牛你先走。咱即摆要行这个方向就对啦。不得了呢！啊，啥啊啦？哇，台语进步有够济啦！加讲的牛主气呢？哦，我即摆咧听你讲台语，我会感动呢。我咧高家呢啦。你永远是自己啦。目屎险啊流落来。来，请坐。即摆就当坐啊，好太感动啦。拄则讲到即个民雄嘛，是。民雄，你敢是住民雄？我是算嘉义市区的代表啦。哦，市区，这样讲你是代表。我是说两米特别无啦，我是想要选代表啦。但是因为阮兜吼，真正有地缘关系。阮兜过一个桥就是民雄啊。所以拄则讲哦，你一定是太了解啊！我跟你讲，民雄就是爱去食鹅吧。来。个王来酥，个肉包。重点搁一个要去民雄爱食应油。有够好食的，但是然后我是从来冇听过，从来就冇听过啦。是正常啦，因为即马真正没落啊。我是感觉恁这做功课，你虽然你要求自己，但是你功课做了有较偏有较含淡薄啊。你知影阮这出外景安尼一年到暗安尼一直洗几啊年，我从来都唔捌听过讲民雄有然后这件代志呢。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啊。安尼讲的，敢是你问？冇，我凭良心讲一句，伊是唔捌，伊是唔捌看过。我唔捌伊是唔捌看过，我是唔捌食过。我唔捌食过啦。吃了个肉尔。去民雄食过吧？嘿啊，袂使啦。你这确定哦？确定。你即摆改白河，我会付哦。白河安那？白河伊当年的迄莲花柜，迄个做了偌盛大，你讲迄莲藕有存？对啦，我一定伊讲的是真的咧。我讲的是真的啦。真的吗？我一定咱听看，咱听看。哦，听看嘛。哎，啊，讲有影哦。来要介绍
我的导览先生，伊是嘉义民雄的在地人，嘿，但是呢，伊嘛甲大家同款，正前完全唔知影民雄有出产莲藕，伊是看一个纪录片才会知影啊。但是呢，伊知影了后，了解这个产业，专心即马要投入。去加入这个复兴的行列，复兴的行列，希望全世界呢拢会当食到牛潮山的莲藕。欢迎我的导览先生拉休好帮手阿凯哦！哎呦，很久有知阿凯哦，行啊，我跟你们阿凯哦，你嘛凯，我嘛凯，大家拢有你嘛凯嘛吼，哎有呢，系啊，足凯的来。哎，阿老师，今日咱导览进前有考核，准备好未？无唔对，准备好啊！来，你开始。家己面容有啥物？规个厝肉包甲红来山。唔对，是莲藕、芋巴、牛条山。哇，欢迎来！阿凯，牛条山，来在地介绍一下。吼，我来讲到牛条山这条山你摆，我就真正爱甲阿凯问一下，你敢真正有影民雄人？我真正面容人。我看你的面就无介是民雄人哦。你等下，牛条山你捌听过无？因为我从没听过。后一支来叫来好无？这来骗广告的。你啦，久久无来啊，确定一个尔啦，系啊。你住民雄队啊？我住面容头桥。头桥倒位？你爱相信我，因为其实阮兜是住头桥。对。啊，我是正港头桥人。你不是你问伊？有啦，真的啦。较赶伫后壁，我甲问，伊拄好伫咧头桥的边仔啦。头桥边啊，我跟你讲，迄搭位啊，我太熟悉啊。嘿啊，牛条山伫对。啊，伊就是伫咧面容，啊，甲新港的迄个吼，迄个交界的所在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走去新港尔啦。走去新港迄有一地。你给我借口啊你？有一地。后盖通过某白食，我甲你讲。啊，你咧走通过的时候，一定有经过。你咧高道以后经过面容边仔青青，毋是稻啊，就是莲藕。咁有影？真的。走全台湾的哦。无可能哦。你捌看过？真的。无啊，我就刚看到咱一个甲过落水溪国落来的时阵，遐就是规片拢稻啊。都白好咧。临港你经过一定要注意看。无啦，伊个敢若新民甲庙尔。啊是讲你拄则你有讲啥物手啊？拉休好帮手。拉休伊爱食莲藕就对啊。我等下甲问了，我甲你讲。我哪会感觉咱这集大个物件拢怪怪哦？我看咱是不是？拢回去，回去落后一好啊！咱是要讲拉休，即摆是到底是啥物啦？拉休是啥物意思？为什么叫拉休？拉休？迄是因为吼，较早吼，咱拢用手吼落去挖迄个莲藕，啊手吼伊个关节拢变形，啊做成个拉休的手啦。迄粒啊变形呢？啊，无怪无人要做啊，27号尔。剩27号，即摆减到剩27号，对，无怪咱就唔知。我真正捌去挽过莲藕。哎呦，啊，你总算有专家啦，家己，但是我挽了啊，你的指甲内底都是即个色水。洗袂起，真正伊迄内底，伊迄土吼，伊安尼规甲你放入你的指甲内底，洗足久拢洗袂起来。我细汉看阮阿嬷的手，就是安尼，伊是做工，啊做甲手嘛是拢会变安尼。但是伊毋是咧挖莲藕，但是伊是做工的人。问题你讲莲藕迄个软的物件，哪有可能讲要采收手会舞到安尼？莲藕其实毋是软的，等下吼摕真正莲藕出来你看，你较摸看觅，伊到底是甜的还是软的？伊就是甲即个纪录片感动，才会加入即个产业的推广。看到这部影片了，啊，叫我感动，啊，你才做规个市落去研究这个物件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个物件吼，伫咧咱面容吼已经有780档的历史啊。是。啊，毋过咱平时都毋知影。对。连家己人太无了解啊。嘿啊，连家己人都毋知。但是你无看过这影片进前，你敢知影？我捌食过，啊，毋过我毋知影伫阮兜边啊。真正就是安尼。真的毋知吼。
你解脱，你解脱。所以这个故事应该非常的感人。阿凯，你准备好啊？讲故事给大家听哦。好，无问题。来，欢迎阿凯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今日导览设施阿凯啊。人拢知影，咱的迄个韩国有欧巴，今日咱台湾嘛有欧巴。那我刷落来，咱较乖伫咧讲咱闽南的牛条山，我今日来去带大家来去熟悉牛条山。人讲台湾有个阿里山，嘉义有个望来山，其实咱闽南嘛有一个叫牛斗山。咱的牛斗山是伫咧咱闽南、嘉义甲新港的交界的所在。过去咱遮的时代，然后去北部，然后去帮人做工种田后，种田后了后，伊摘一寡材啊，转来咱闽南遮落牛条山来去种。其实吼，较早迄个年代，一个月的薪水去做工，较3、4千块。毋过吼，咱学年后一工的工钱，去吼个吼几啊百块啊。哦，一工哦，好赚呢。一工几啊百？一工几啊百，迄个时代。啊，你讲迄个时阵做工一个月做工较超过3、4千块。3、4千块。较早因为就是咱迄骑脚车时代啊，咱遮的连河龙吼，搁咧骑好多摆啊。啊，这吼较早人讲，咱咧学然后卖书咧学土地的学金啊。啊，刷落来，我来去带大家来去熟悉什物叫做莲藕。哦，学金啦，学金对。啊，较我吼有咧讲，有人去过白河看莲花。对。啊，咱有食过莲子，有食过莲藕，啊嘛有看过莲花。是。啊，恁有看卖？啊，因三系什物关系？白仔囝啊。白仔囝。啊，搁有工课无共整，工课无共整。啊，毋过共一丛哪会无共整？哪有共一丛？这无共款的啊。共丛吧。恁问这家己的。共丛的吧。你那一点仔拢无了解。我即摆了你心虚，但是你听我讲，因为因三个内底拢有莲，你有看到无？嘿，啊莲雾伫对啊。莲雾。哎。这个莲雾是应该是规个家族的。其实吼，莲花、莲子甲莲藕，伊是咧共一丛。哎嘛。啊，咱讲的莲藕，其实是吼，咱的迄个地下迄个环，伊的迄个人讲的国语叫做茎啊，根茎的茎。啊，伊这是地上部，啊莲藕是地下部，所以是地下的迄个茎、迄个环啊。啊，迄个环哦，茎叫做环哦。嘿，啊，伊顶管这是地上部，啊，然后伊这莲藕啊，伊大汉了，伊会开始生这叶啊嘛，啊生叶了，伊会开始开花，啊人讲开花结果，开花结果了，伊这花莲起个有莲子，啊这其实伊是共一丛的。哦，对嘛，我就讲迄共一丛啊。因为你看咱古早时啊，咱讲太子爷是莲花化身，莲藕就是伊身躯啊。莲花化体就对。系啊，莲子是个什么？目睭的款。安尼，我是两袂倒哟。莫讲诶。安尼莲藕是个对。莲藕身躯啊。哦，身躯。嘿。哎呦。莫过来哦。过来问我。后一张，咱较我有讲咱白河。台南白河嘛有这个莲藕，咱嘉义嘛有。来啦，又看卖倒一边较厉害。白河啊，白河。你讲嘉义？白河，我真贵咧。白河，白河。嘉义人呢？我接到制作单位电话时，我嘛是讲白河。我认真面对啦，嘿，白河。安尼我来甲大家说明者，其实吼两边拢足厉害，啊，毋过特色无共啊。毋是讲台一边较高，安尼后一张。其实吼，这个是你有看过哦。咱伫咧，咱较讲古道开过，其实就是生做安尼。有即个叶啊，咱家己的即个牛条山的莲藕，伊是拢叶啊，伊袂开花结果。啊，咱咧食是咧食伊的莲藕。啊，咱白河迄边的伊会开花，啊会开花伊结籽了后，伊是主要是要收迄个莲子。莲藕伊嘛是有，啊毋过咱袂直接甲摕来食。咱平时直接切来食的莲藕，其实是大部分拢是对咱牛条山遮出产的。安尼毋着土这人的面，啊明明就有莲花、甲莲子、甲莲藕拢共丛，他有讲白河敢若要顶悬，啊牛条山敢若要下骹。对呢。伊要顶悬嘛要下骹，伊下骹只是伊袂使切来食尔，就是伊迄边拢是因为较老啊，啊然后食起来吼较寒无好食，
啊，所以吼拢是摕来做加工品熬粉啊，莲藕粉。哦，做所以粉啦，加有做粉啦。莲花，啊嘛有莲藕粉是安尼啦。所以你讲白河的品质较歹就对，你讲啊。哦，伊无较歹啦，迄品种无共啊，你莫甲我害啊。啦，无，我确定是伊讲的啊。白河迄边吼，伊主要吼伊袂摕来食，伊是摕来加工用的人啦。食都袂食，你甲讲。无啦，会食你啦，加做粉啦。啊，民雄，民雄这边较油。闽南的这边吼，伊是会使摕来直接切来食。哦。是安那迄边你要等到伊老去啊，无法度用啊，你才要啊在，因为迄边伊要收迄个籽啊，要开花加结果啊。我还等到结果的时结果了后，迄间收到啊，伊要主要要对对对产品无对共啊。产品无地的产品无对共啦，安尼啦，是安尼啦，伊无较歹啦。安尼刷落来，啊，搁要带大家来去，甲大家教讲吼，明仔日去拣莲藕。咱伫咧市面上啊，看到莲藕，有看到迄规支啊，乌酥酥的，啊，当时啊嘛看到白色色的，啊，你要买倒一款？白色色，白色色，白色色，白色色。乌的，乌的，你加乌的较薄吼，乌的较薄，对，乌的较薄。乌骨鸡嘛较薄，对对。其实乌的甲白吼，伊是吼拢共款啊。咱这乌的吼，伊其实就是伊为着要防止伊氧化。啊，所以吼，咱遮的乌龙啊，伊伫咧采收了后，其实你若看影片，伊会挑剔搁甲抹一烟土起哩。伊主要是咱采收了啊，因为咱搁爱经过北市，也是讲大盘小盘，咱较会甲市啊买会着。啊，伊咧经过时间伤长啊，咱安尼烤风，其实吼伊会氧化啊，嘛会较嫩安尼。所以咱主要是乌的，就是有抹土。啊，其实白啊嘛毋是无好，白洗互清气，啊，咱也是当伫要食，咱买无抹土的嘛是会使啊。哦，较毋免搁淡仔洗啦。对对啊，你若经过较侪工，你就爱甲敷面膜啦。对啦对对啦啦，爱互时间经啊。泥浆面膜啊。漓江面哎膜，我看较久就对是的啦。面膜。对啦对啦。咱即摆吼，阮民良遮有咧做产销履历啊，因为莲藕当时啊嘛可能有进口的啊。啊，毋过咱也是认咱民良牛条所做产销履历的这个莲藕啊，伊就是一定是咱台湾产的。啊，台湾产的咱个当日咱随办，咱个会使随寄，啊随交消费者，咱个免去占遐有诶无诶啊。好，咱这今日这出街版的俩，咱等下吼。安尼才出街。咱这出街俩，这么接地气，你搁话讲出街？无等下个更较难的啊。哦。啊，我带大家来去实在讲，咱民良遮较早吼，咱等下传一支鸡丝互大家看，哦一支哎呦，一支鸡丝，你这白啊，料白啊，腰白啊。呢，好，我来甲大家讲，这支叫腰啊啦，腰啊，腰啊，咱来问，我来问大家，咱这个腰啊是什么时阵要用？是乌莲藕阵啊，骹揪手揪要咬的，啊是当时要咬的。你敢真正当作阮遐讲？哎，甲讲，我是安我给我摕这个来第八届。你就是这个时阵要用。哎，你听起，你听起，师傅，咱要去对啊。喂，好你我验酸嘞。人迄九支啦，这个咱四支哦，安尼尔。哦。恁输兄弟，我车度。我是蜘蛛精的，哎，头一摆拄着蜘蛛精，应该才无想。啊，你也是蜘蛛人。搞我你怎唔对出啦？搞我听好好，我了。来直接甲大家讲广播单。听这。来公布答案，这个鸡丝，你三个拢无药啊？啊，药看卖啦，药看卖啦。冰头啊，这一定是冰头用的吧？桑头、冰头啊。冰头，但是拢是泥巴呢。这冰甲内可能黑暗面啊。哎，若毋是冰头，就是无可能采收啊，迄遐油着呢，迄烤着吧？哦，敢若有人讲到一寡答案哎呦，采收的时阵，你家伊翘起来，因为伊是伫土骹肥的，你爱甲用起来，较有法度手挽会着。我绝对无赞成，绝对无赞成哦。因为我真正我捌去学过，你学过无可能用这个一定等你。到底这是啥物时阵要用的呢？无哦毋，对，这支是咧咬土，啊，毋过毋是冰土，冰土咱是爱一直冰啊。对，咬土，因为咱这莲藕啊，伊伫咧土底差不多30-40公分，迄个深。咱若直接用手挖，你可能挖到迄支内吼，可能挖规工可能挖3支尔。所以咱吼较早的传统的农友或者莲藕农，会是用这支咬啊，甲顶悬的土甲咬开。哦，甲头。啊，毋过咬到要接触迄个莲藕较活的时阵，因会伤着，咱个袂无价啊。啊，所以吼，咱甲咬啊，甲大部分的土咬掉了，剩的较用手落去甲迄个土挖开，啊，甲莲藕吼挖起来。因为咱莲藕种的时阵吼，伊是拢伫水底的，啊，咱要挖正正，咱甲水放互干，
咱无可能甲放甲完全干，所以咱是甲水放掉了，啊顶管就赶快吼用即支舀啊甲舀开。哦，了解伊啦讲迄30-40公分的，迄遐高呢？敢若，但是我去学的时阵，毋是安尼的，我拢无用舀啊。耗子哥讲的就是即马这先进的啦。哦，对，就是这啦对。恁举迄较传统是安尼啊，对袂着时代哦，啊。即摆无人咧举这啊。即马无人，即马厝有啦，啊拢当做迄个国宝咧囥咧厝位咧看水啦。嘿我2个月之前去出外景，就是像安尼啊。伊这个是用高压的迄个做水柱啊，落去甲迄边仔的落管买甲抢开。哦，了解啊，啊。抢开了，然后伊个铺起来，啊个用扣的，安尼会较生工。啊，即马吼，即马少年仔吼，因为即马刚歹请，啊，所以吼用安尼较生工，较有一寡少年仔会转来吼，来去吼做伙来去投入即个产业。系啊。所以应该讲英国人是大式的采收，即摆是用淡的采收淡的了，湿式采收，快速啦，快速啦。这是干式采收。你用这采收足危险的，因为你安尼哦，你若无小心，你就插着你的迄个链楼嘛，你插着了，你甲挖起来时，伊断去了，你袂无计数就歹去啊。对啊，你看人家做粉尔，真正安尼。真正安尼啊，真正安尼。真的是安尼啊，所以伊即摆是用最强的。你看你最强的时阵，伊个链楼伫下骹，伊迄是一片规片的哦。敢若葡萄安尼，再搁一罐，再搁一罐，再搁一罐，一直流落，一直流落安尼，所以你一直抢到尾安尼，去找着上尾啊迄支安尼。搁有后一题，好，过来我要甲大家考，经典楼其实有撇步的，经莲藕有撇步，有撇步来又看麦，这切断的莲藕，带一块啊，伊上尖，然后适合做凉拌，会使直接食呢。上籽是啥物？凉拌上哦，脆还是啥物？上有气的。就油的，因为伊还未大汉，大汉的愈来愈肥，所以这幼啊，打出生尔。我感觉这个同油啦，因为这头顶个有叶啊。你油是一块，耗子哥咧，我感觉长长的这种的纤维食起来较有，所以较有迄个脆度。我只要讲上有气的哦，上有气上有气上有气的哦，嘿大家经学好哦。嘿，记我好啊。免想要甲我骗，我第4粒。好，来坑倒来，我来公布正确的答案。到底倒一块是上油的咧？我迄粒啦。应该就我迄个啦。嘿，其实上游的吼是咱大凯啊，即块，嘿，对哎无？真正真正是咱闽南人无毋对。这互你摕转去，这咧，这应该这是阿公啦。上老的。你见到上老的啦，嘿，光係迄油哪有可能撈啦？上老的啦，你看你敢若看伊的肉就好啊。对啊，伊迄皮就嘿啊。这老人斑呢？哎呦，伊原地写做安尼啦。完整呢？安尼规条的。啊，我伫对，你伫咧中，我是这粒，嘿，你是我拣的这个是这粒，较中的迄一这两个。对。啊，迄阿公咧对。一个吗？阿公你家？阿公牙乖啊有啊，阿公牙乖啊。其实吼，咱这然后啊，这边人讲的阿公伊是上早的，所以伊是上老的。啊，过来伊会对这边的豆豆生出来，啊，所以人讲这是阿公、爸爸甲囝孙仔，是因为咱这地啊是上幼气上尾啊，甲生出来安尼，所以口感是这边较幼，啊这边是较粗的公头。啊，过来咱伫咧市面上较袂看到阿公这段，因为咱一般是拢要摕来煮菜用的嘛，所以阿公这段吼，咱会加阿翘，然后另外用途。啊，咱今日咱先来食幼气的，先试看觅。来哦，大家拢爱食幼气的，食幼气的然后就对了哦。哎，这看着是水就水呢，谢谢。就油呢。这就是人讲肥袂过3代啦。哦，我要食2袋。好，哎，是当直接食的吗？弟弟家会使。我毋捌食过莲藕公安尼，直接食青食呢。开始更我会当好一袋。好吃吼。一个有啊。伊有迄种类似山药，但是袂高高，但是佫有像水来啊迄种水来啊水来啊，水来啊，有脆度，佫有水分，但是伊的气味较少淡薄啊。你有食出啥物气味无？就是伊的薄薄的回甘。迄个是咱这然后迄小可伊的气味。啊，吼，啥咱讲市面上买无，因为咱伫咧迄个买出产沤起来了后，咱会甲公头压掉，甲上头前迄生了摆摆甲压掉安尼。
啊，所以哦，咱平常时买拢是中黄杂较济，拢买着800就对啊。拢买着800。孙仔甲阿公先压条。对，啊，个来迄个笋啊，因为量足少的，所以咱压起来吼，大部分拢是厝的啊，即个农民家己厝的家己食个无够。农民拢食上有气的，因为伊上辛苦。对对对。因为我唔知影讲原来青椒莲藕是安尼拿水果切个甜甜的。哎，伊咧食起来有一个莲子的味。有对不？莲子香，莲子香，嘿，人讲姜还是老的大，咱又去的食了，换来食阿公级的物件。安尼敢好？阿公来啊！哎呦，阿公，哎呦，阿公啊，阿公啊，你太会来咧啊！这莲藕吼，因为吼，伊一只只吼较无好食，因为伊较补啊，所以吼，咱会甲倒个水来去做香莲藕茶。咱外口看的莲藕茶，其实就是即个香的，咱大家啉看卖。哎，我若讲看到即罐，我就知影。咱家己有咧专门咧卖这，有啊，因为吼咱压起来这啊，咱吼伫咧地方，伫咧较庄脚所在，咱拢会遐青草地边仔个也注意看，其实佫有莲藕茶，是讲这安尼啦。退火对无？对对对，对嘛？伊这口感有略略像迄地骨咯，地骨路。嘿，地骨咯有无？啊，只是讲这味比地骨咯较厚。我感觉有一寡乌糖的乌糖，嘿，啊，佫有啥物？高，味道很厚。因为伊莲藕伊本身的气味可能是较少淡薄。对，阮这是今日煮的时阵会用糖，啊，讲咱要用乌糖，用啥物糖，其实咱个看家己的口感，对。啊，然后咱是要去甲迄个莲藕的味甲带出来。但是这若是无放乌糖的话，这原底煮出来什么色啊？诶嘛，差不多种暗型啊，偏紫色，较暗型啊。紫色排骨汤、莲藕排骨汤嘛是紫色唔是的。像莲子汤安尼拢白的对啊？袂，啊，佫会对，较有人讲着，咱有莲藕排骨汤。咱一般中午这啊，咱要食较松的话啊，就是其实就是中午这节。这节哦，伊较松，所以咱拢会摕来煮炖起迄个莲藕的排骨，是安尼来。还是讲红肉迄类的就对啊。好食好食。今日我个甲介绍甲食。喂，多谢大家。哦，伊等于讲规支全部拢有用途啦。笋啊，笋啊，笋啊食。青椒，阿公，做几罐的？哎，做茶，阿公跟你关在内底。爸爸煮汤，爸爸摕来甲煮、甲炒。哦，但是我想讲吼，啊，咱若咧想讲，即摆要去买的话，啊，这三项无共的部位，敢有无共款的名称？我总无可能去市场讲我买迄个莲藕因爸。对啊，我要去买对吧？我若想要买迄个。其实咱一般吼，咱去市场买的啊，伊大部分拢是迄个莲藕爸爸中迄过。啊，咱也是讲吼，要买像迄个要食迄较油的，要摕来炒菜用的啊。其实我嘛有做，因为我嘛知吼，咱大家吼，大家搁爱搁洗，搁爱搁切，搁爱搁迄个下皮麻烦，所以吼，咱吼拢有出一种吼，人讲初级加工，我家己切落好，所以你伫外口会使去甲阮订迄，阮家己处理好的，切落好的，你等于甲透开啊。佫一只会使炒啊！哦，就是咱就免去甲市场问讲咱要爱啥物啦，咱有需要就拢甲你买就对啊啦。对啊，你若甲讲你要爸爸，伊可能会甲你赶出去。像讲卡讲的幼气的啊，迄咱伫外口嘛买无，咱会使吼一只来去咱牛条山佚佗，啊，佫会使食会着啊。哦，啊，咱拄食吼，这啉的也有啉着，啊，迄个笋啊嘛有食着，但是真正迄个辣椒手无看到，对啊，拢无看，拢无看到，对无？伊真正有传辣椒手的阿嬷来哦，是真正阿嬷。辣椒手本人来啊，所以有传阿嬷啦，阿嬷用传的对阿嬷来啊，欢迎啊！阿凯的岛南好朋友，嘛是咱的莲藕阿嬷素玉阿嬷，欢迎阿嬷，欢迎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阿嬷你好，阿嬷，你少年的时阵，你敢有去学这莲藕？有。嘿，我以前学几岁开始学？调了30出头岁啊遐。所以你是过来遮开始学？嘿，过来遐开始学的。学到几岁？学到今嘛已经70岁，70岁。因为讲差不多40档啊，系啊。所以你即马还有咧学？有。阿嬷明仔等下个要学。嘿，明仔开始个学。安尼我敢会使看一下你的辣椒的手。手以前是足尖足细，啊，即款拢学到拢变形去啊。你安尼互我看一下好无？喂，
会观察有啦。呢。拢歪歪啊。你看迄食指，你观察这家这拢歪歪啊。但是阿妈变你形伊啊。你指甲洗甲足清气的呢。因为要来食啊，所以。你有特别搁洗过呢？对啦。而且哦，你手足白呢。油的，就油的呢。嘿啊，哦，阿妈保养了就好啊。你看阿嬷的手白泡泡又明明比你较白，比你较白。哎，我你的皮肤真好呢。等，啊，今日阿嬷吼，咱有传一个足特殊的物件，伊要传互咱大家试看卖。啥物？啊，莲藕粉，莲藕粉，就是吼，我有条山，家己亲手做的，拢用手工做的，啊100%，就是拢纯的。安尼来啉看好无？好啊好啊，我来泡沙士，这是吼，会当泡沙士，互恁啉，伊这会当食体，你也是逼着热吼热，也是中暑，咱就会当泡这个藕粉加蓝沙士，啊啉落吼，你就继续轻松的啊。就说啉莲藕粉咯。啊用车，这是其实是阮吼地方的秘方啊。对，这是阮的秘方。我会记得就是讲，你若是热着着煞的时阵，阮妈妈伊是会用迄个盐啦，淋迄个沙盐吼，嘿哦，咱平地人是用盐，啊伊是用莲藕粉的。你即摆在用伊的手路，足常人在用迄高比欧有无？哎，高比欧，高比欧，当阿妈的啦。嘿嘿嘿。啉看卖，啉看卖，来。来，将一杯来试看。这个沙士兰莲藕粉，阿妈看到恁这少年幼气的，哦，我真足紧张的。安尼好。来紧张，来紧张啦！我看到恁这个烟头啊，来，阿妈来做这个啦。做刷嘴这的。谢谢。来，来，来哦，欢迎阿妈。来敬咱这个辣椒的手。嘿，阿妈乌40档啊呢。其实伊这落安尼口感，我掠准迄个面茶足像的咧。因为吼，伊的气味就是来自伊这个沙士。伊家己本身无啥物。对，对。然后本身无啥味，啊，只是这个沙沙的口感安尼。这片起来其实足像牛莲粉的呢。古典粉咯，行哦。入口即化。入口即化，你试看。啊，手大腿啊！先洗嘴啦，食无啦。没啦，会去十掉啦。好啊。伊有生命咧护体，无咧惊啦。我最先跟你传排咧身躯的。哦，但是这粉加得足油的呢。哎呀。你，哎呦。下款。最暖。你甲喷嘞？你甲拜托，规包拢你的哦，你身体有够重的啦。沙士给你我关嘛了。讲一个安尼，这啦。规包拢你练你。哎。哦，入口即化。哇！安那。汤匙啊。伊的口感一开始我掠准讲伊的是像面茶迄种幼味，但是因为伊中有一寡颗粒，啊其实吼，迄芳开你磨做粉的时阵，敢若较无咱拄则安尼切只安尼花甘的迄个味较无法度，啊但是就是一个幼绵绵啊。哦。啊，是你煮过，佫无共款啊。这个会当煮哦？煮啊有啊，哦，用茶滚啊，用甲用啊落去煮安尼啦。哦，直接甲下落去对啊啊。滚就好啊，滚你就用挂甲砍咧，翕一时啊就好啊。其实莲藕粉有做侪种食法，毋管是莲藕、莲藕粉啊，这吼就是阮少年仔吼，虽然我袂晓整啊，啊，毋过吼，阮来个地方就是我会晓做生销，是做一寡图啊来教大家咩啊使用安尼啦。了解。对。好，咱较我食嘛食过，是啊，啉嘛啉过，嘿咱即马要来带大家去摸莲藕啊。摸莲藕。对，这内底有几啊支莲藕？这内底无遐侪支莲藕，因为嘿本来吼我是要传一个游泳池的大小，大家落去摸啦。哦。对啦，啊搭配讲吼，互大家吼莫遐辛苦安尼，咱来传一个细型的模拟结构。对啊内底我体验就对啦体验就好啊啦。好。啊，摸啥物？不要拿我咱内底无定啊，啊毋过有麻雀机啊，是安那要放麻将你啊？啊要互大家去体用看觅，看你的手伫咧录光嘛，内底佫摸会出来内底生什么字无啊？哦。啊，因较早在学的时阵，手就是落去看无去摸讲然后伫倒位去加工啊。爱用摸的，因为有一件我就是暗时共泡水咧嘛，啊伤担嘛无在学啊，啊我结果就甲泡水啊，怎袂去做起来，你知无？啊怎困到半夜12点外，我真想啊，我共泡水紧走去用迄个面桶好甲干，好甲天光阮真去拄好哦。啊无，嘿啊，无我到，我叫咩咯，嘿啊。咱即马来摸看觅，来体验看觅，啊等下摸到的，约到迄支的
哦有奖品，啊，但系奖品就是咱年后的这个好产品啊，食的好食的。套餐。哎，来，忘掉的较有哦，大声，像开始，来的，哎，顶的吼，顶的也冷的啊，无呢，迄土足咸的呢。好多是。就咸是的足咸啊，足你看这咸的。哦，真的呢，落瓜梅哎呀呢。来，这个什么？会哦，什么花？万，几万？你升万哦，莫升万嘿。 9万，哎呦，你5档你个无9万，一顿差9笑。你无物件好食。你来，这只要不咱卖笑蛋，赶快来，赶快来。这个有这困难。哦，这头有黏的。迄是原地涂个黏的，毋是讲个倒锅啊。哦，这款身形就是安尼产啊。地哦，乌然后产地乌来。你这3地第3，是不是就重？哎，我会当食套餐啊哦。哦，大开来啊！什么？先讲，来，先讲吼，来，先讲。来，你们对一台。 3号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来高色。哦，对啊，你最厉害。好吧，差3数6差几叔叔啊？太济！我甲你讲，这就爱真正捌去过迄个产地的人来。凊彩，我倒手牛奶啦，倒手满天狗啦。我感觉这吼，就正经爱有捌自摸过的人，摸到我甲你讲，摸这凊彩啦。啊，这个你个片，这都落瓜梅味就啊。天然的呢。你要报看卖吧？是免。你看，是不是会去边仔的杂质干扰？哎边啊，对不？哎真的。有石头，有树枝，还有叶啊淡薄，所以你要摸我简单。顶管有啥物啊？你看啥？我甲你讲，嘿，就一只鸟啊，好啾啾，一叫，观众朋友，为什么你讲挂这看起啊？你看死呢？叫来了，你叫来了，对不？是不是叫这干我扰？的代志，假抓那造出来我了。你摸着一叫，你咱那个话拢讲摕一个话无喺内底啊嘛无。紧，咱咧看起来吼，应该是咱大凯较会会是较接近啦。对啦，安尼讲啦，嘿无咧，这无够就是无够啊！无教无参加啦。无，伊较接近啊，无紧，等下大家嘛有安慰奖，大家拢有他食啦。好啦好啦。哦，然后大餐呢？这真正好，你加在拄食无输赢。对啊，啊无干那一个食一个安尼，咁错靠一个。无猜我咧摸甲上近的就是我。你讲，这大家都会使食对无？处理的，处理的，这笋啊，这我熟悉啦。哎，有去的笋啊。啊，这是要配什么啊？这当温白醋，还是温这个酱料？这个是这个哦。伊这是油的，啊，你落水滚吼，啊，甲炸一个，啊，就甲勾起来。家己，对，这健康的。家己。加工白醋，就是梅亚内子，梅亚内子就是白醋。家己人讲梅亚内子是白醋。我真正到家己有条山呢，闽南有条山呢。做伙白醋，做伙白醋。哦，你声会使较细声哦诶。够好食，好食。真得叫啊！阿嬷，我问你，这种 size 哦，拢是足油的呢，是不是？足油的，嘿，迄就是上尾啊，迄个镜上油的，真正买入去炸，嘿。伊的纤维拢袂粗，因为我就是吼，无甲伊切到安尼半边，安尼互恁规下个，你甲伊算高空，它个栋数9孔的哦。9孔是啥物意思？高空的哦，对啊，啊你也白号的迄种是7孔的哦。所以你讲，对，这有包空吗？对，每粒拢有。这9栋啊，7栋的较无价啦，9栋的较好啦。意思是安尼啦。咁有影。 3、4、5、6、7，哎呦，真的8、9。敢大地拢安尼？大地拢安尼吗？大家拢共食一定算所以这是伫咧落瓜梅内底高坎的。嘿，就乌起来。莫怪你拄则叫咱摸麻雀子啊，就是要摸有高是安尼。做你拢无摸到。制作单位太用心了吧？我看伊敢若像迄个图画纸白，伊毋知加啥物物件拢好食。是啊。吼，伊就是有一个口感，脆脆啊，食起来那边那讲很脆啊，很新鲜，清爽，较清甜啦。比我上介意的那就是吼，拄则
刚才嘛有讲，咱要揾啥物拢好。我今仔日哦，揾这蒜头豆油，下酒菜。哦，啊，热天拄转去厝内底冰箱拍开温梅安尼是，冻点心，拢好。啊是讲阿嬷，咱今日毋是拢要食莲藕，你摕菜头粿来要创啊？菜头粿啊，就咱阮牛条山吼，即摆叫人来做这个莲藕粿，要来，莲藕菜头粿，莲藕粿，莲藕粿，我来甲恁介绍一个。嘿，你介绍一个，我先食，好好，无？你先食。莲藕，迄过去啊，咱的莲藕啊，拢是生生一只伫咧菜市仔买会着。对。啊，毋过咱知影莲藕，佫的人足少的。啊，买转去啊，佫毋知影要创啥，毋知影要安煮啊。啊，所以啊，阮遮的少年人就是来遮。来去找遮个莲藕，啊，然后来去找一寡加工的方式啊，甲变做莲藕的菜头粿。啊，这内底伊就是咱过去伫咧地方，咱惯时拢会食迄个粿嘛。啊，只是甲咱地方的一寡元素，即有咧莲藕，甲加入去。啊，所以我个找一寡加工厂来帮咱做这个菜头粿。啊，佫系重点来啊！这粿目前伫外口是食无的，大家是第一个食到的。哎呀，过来头粿就对啦。头粿啊！哎，大爸，你有食到无？我食。我接受。你有啥物感想？也未吞落。我无咧想呢，我就枵呢。伊食，你食。啊，你拄则食到无？我感觉伊食起来甲菜头粿无共款，伊迄皮起来较甜。我甲你讲啥无共，因为内底无菜头啊。对无蓝菜头，伊是蓝莲藕的。是无菜头，你拢莲藕啦，拢莲藕。我才有写听啊。到对无？有这个代志，是用菜头港式的菜头粿做法，啊，毋过阮是用米甲莲藕落去做，内底无菜头，无莲藕，无啊菜头。你有食到啥物嘛？我拄则安尼食的时阵吼，伊互我一个上大的感觉，就是因为这看起来外表太熟悉啊，但入去厝内底完全另外一个世界。伊是甜的以外。伊内底是哪准是迄种果冻安尼骨骨啦，对对对，伊毋是迄种内底有料的菜头粿，所以伊食起来袂输，敢若是咧食迄种甜品，甜粿迄种，对对对，伊足求新呢，对，真求新以外，伊迄个甜度是倒位来的？我是感觉。因为吼这菜头粿吼，我有做两种。你毋是讲无菜头？菜头粿，哦，米菜头。你莫听个只。伊的莲藕本身的甜，你家食，伊这都无人所以是莲藕本身的甜度啊，对。啊，过来，咱这莲藕粿有两种，阮迄个开发的时候，我做，因为有的人爱食甜，有的人爱食咸，所以我有做一个甜的，甲一个咸的啦。啊，甜的我是有淋冰糖，叫冰糖莲藕糕啦。啊，一个咸的是用港式的。萝卜糕迄种口味，所以我只是甲迄萝卜换做莲藕，叫做港式的莲藕糕。所以其实完全拢是用莲藕来做的。莲藕啊，加米啊咧，米粉。我感觉吼，拜托你，恁会使留一寡，互遐游客食这无？因为游客毋捌食过莲藕的笋啊，伊毋知影讲你食过会使遮尔脆，啊遮尔清凉，配啥物拢好。蒜蓉豆油，所以这名呢是要白醋拢有够好啊！拢会使，留一寡游客食好无？这无问题，因为吼，无问题啦。今摆拢免有啊啦！我发现一项最厉害。安娜，伊这莲藕粿配这酱要求厉害，要求你我拄则有食到。因为这你头刚无卖哦，我无卖啊。我这啊无你当做这个酒嘛是家己较食有诶。我俩准讲这是加一个食有诶。这是生生的，是啥物我这是做啊？沙爹，结果毋是沙爹哦。这其实是我吼特别对家己另外炸起来，伊是有迄个山葵诶，迄个酸辣酱，这嘛是家己较有诶。因为迄尾啊感觉甲莲藕无共，伊甲莲藕斗起来，重点是伊是咸的。对。嘿，你配这莲藕条咧。迄个菜你有食到无？诶，菜自头到尾拢无食到。菜迄个菜都有够恐怖，足恐怖啊！你切豆加马蹄有咸，对，买钱嘛，买钱。嘿，细粒的。但是伊安尼经过炒过，啊，佫有这个切度，有够济，炒过啊！拜托莫搁食，人咧画鱼壳啊！当安尼吗？较紧嘞，我较紧嘞，包等你啊！好啦，包等啦，最后一项啦，够甜啦，炸等你啦，你买炸等伊炸等你好啊啦！你时间有才赶落去啊啦，再赶啊！好啦，来，干杯！好着咧，你若讲作恐怖是啥物恐怖？切都真恐怖啊，先切啊啦！好食啊！我拢一个来切啦，来干杯！好。